大家好，如果你係想入職做保安，有3個步驟不可以缺少嘅。第一，報讀課程讀 QS 證書，最快咧就可以讀2日課程16個鐘頭，有啲咧就可以讀咗成個月都有嘅，睇你自己需要啦。第二，讀完呢張 QS 證書咧，你就可以申請嘅牌照科去申請個保安證。咁申請咧就一般大概就7至14日不等啦。第三，有咗呢2張證書之後，咁你就可以去網上或者上網啊，去揾返保安公司做。咁到底點樣揾間保安公司呢？第一，嗰間公司一定要有保安牌啦。第二，最緊要出糧準時，有糧出，有汗出，有糧出。咁如果大家有需要嘅，可以留低資料俾我哋，我哋係一間正規保安公司，可以幫大家安排適合嘅工作。